德黑蘭街頭出現咗震撼一幕。3月13日，以色列無人機正直撲德黑蘭，對巴斯基民兵嘅街頭檢查站進行精準打擊。據稱，以軍喺呢一次打擊中運用人工智慧制度技術，可基於個人身份實施定點清除。令人驚訝嘅係評論區大陸網友嘅反饋，有人話巴斯基民兵對伊朗老百姓非常兇殘，類似於大清時嘅義和團。以色列打得好，上帝視角，露頭就打，好似打地鼠一樣刺激。呢個係要將伊朗體制內嘅公務員全部攞晒啊！更有人留言話，現代文明嘅推動者敢於對邪惡亮劍，內塔尼亞胡好嘢。仲有消息顯示，以軍戰機啱啱空襲咗伊朗南部嘅亞瓦市，摧毀咗200幾處軍事目標，重點打擊伊斯蘭革命衛隊、巴斯基民兵嘅指揮中心同導彈基地。此前，川普總統已經表示，伊朗冇高價值嘅目標值得襲擊啦，但以色列更務實，發現一處消滅一處。網友留言話，支持基於人臉識別嘅打擊，空軍、海軍、導彈、無人機、警察都打晒啦，開始打民兵啦，後面估計係打社區領導啦。打得好，特權控制一切嘅時候到此結束啦，建立民主管理。仲有人表示，最好順便打走網格員，打完之後快地用水沖一沖，咁樣更衛生。知名時評人士方偉對此喺 X 平台發文表示，如今以色列空軍嘅戰機同無人機已經喺度精準清除喺街上盤查嘅革命衛隊啦。以色列空軍可以將幾米之外嘅革命衛隊炸死，但係唔會傷到民眾，或者炸呢一架車，但係炸唔到隔離嗰架車。德黑蘭將發生前所未有嘅現象，上街抗議嘅民眾將擁有空中掩護。有大陸網友十字建議，能唔能夠做個 app， 能夠俾大陸民眾好似叫 Uber 一樣，隨時將美以空軍叫嚟啊？分析人士指出，美以聯軍嘅全新打法唔單止對伊朗政權係顛覆性嘅威脅，更係對中共嘅巨大壓力。唔少大陸民眾而家似乎覺得美軍嘅戰略同戰術正在為即將到來嘅伊朗人造反開路，而令中共膽寒嘅係呢種示範極有可能喺中國大地更壯觀咁樣上演。目前親伊朗政權嘅媒體，例如 Far News 同埋國際來源，例如 Iran International， 均確認咗呢啲攻擊嘅發生。呢個標誌住美以聯軍對伊朗嘅打擊進入全新階段，旨在瓦解政權嘅內部鎮壓機器，為潛在嘅國內動盪創造條件。自2月28日，美以聯軍開始發起攻擊，至今已經摧毀伊朗80% 至90% 嘅導彈同無人機能力，並重點打擊伊斯法罕嘅導彈綜合體同亞瓦士嘅無人機基地等嘅戰略目標。從3月上旬起，攻擊嘅焦點開始轉向德黑蘭嘅巴斯基民兵基地，至少有12個基地受損，包括什葉派歷史人物馬利克亞什塔爾命名嘅負責控制社會嘅設施。3月11日晚，呢一個新階段顯得更為突出。小型自殺式無人機針對德黑蘭街頭嘅檢查站、車輛同埋巡邏隊發動精準打擊。伊朗官媒稱，呢啲恐怖襲擊導致至少10名巴斯基或者安全人員死亡。地點包括第14區嘅馬哈拉提公路附近、第15區嘅馬什哈德加油站對面、第16區嘅伊斯蘭敢死隊同第1區阿塔什大道盡頭。根據目擊者同反對派描述嘅爆炸場景，電單車同豐田 Hilux 卡車被擊中，人員傷亡慘重，醫院不堪重負。觀察家認為，呢個戰略轉向目標清晰，通過削弱伊斯蘭革命衛隊同巴斯基民兵嘅街頭控制能力，降低政權鎮壓潛在抗議嘅效能。智庫分析指出，早期嘅軍事降級已經令到伊朗反擊能力大幅衰退，而家嘅基層打擊可能進一步激發內部不穩。儘管伊朗繼續向海灣國家發射導彈報復，但佢嘅能力已經嚴重受限。目前德黑蘭仍然爆炸聲不斷，檢查站癱瘓，但尚未出現大規模起義。政權加強部署並發出嚴厲威脅。多方媒體一致確認事件方向，親政權來源承認傷亡並定性為恐怖主義。國際社會同反對派報導咗更高嘅傷亡數字，並分享現場影片。呢一個新階段突顯美以從純軍事行動轉向混合瓦解，開始從內部動搖伊朗政權。分析人士指出，美國對伊朗極權嘅打擊每一步都受到中國民間同官方嘅極大關注。近日，德黑蘭官員上演咗荒誕嘅一幕，大陸自媒體人亦都喺抖音平台進行咗同步跟進。
最近，伊朗國家電視台播出咗一條轟動全球嘅消息，話新當選嘅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哈梅內伊喺襲擊中受咗傷。官方話佢隨後會發表公開講話，但結果大家都睇到啦，全世界睇住個熒幕等咗半日，呢位神秘嘅新領袖始終冇露面。不可思議嘅係喺官方舉辦嘅當選儀式上，本該由佢本人出席嘅位置上，竟然只係擺咗一個1:1還原嘅紙板人形立牌。緊接住，各種傳聞就開始喺國際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以色列媒體報道話，穆傑塔巴喺就任僅僅1個鐘頭後就喺空襲中受咗傷，仲有更誇張嘅講法，話佢其實早喺幾日前嘅空襲入面就冇命啦。雖然伊朗方面一直強調領袖一切都好，但呢種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嘅做法，確實令外界嘅疑慮到咗頂峰。從美爾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打擊到而家，穆傑塔巴一直冇公開露面，甚至連佢平常用嘅社交媒體帳號都冇任何動向。呢種情況確實非常罕見。畢竟一個新領袖啱啱上台，最重要嘅就係穩定民心同士氣，而呢起嚟唔露面，只會令到各種謠言傳得滿天飛。喺海外媒體公佈嘅影片中可以睇到，一個用簡易紙板製作嘅最高領袖像被放置喺主席台上，指人嘅頭部，佢本人嘅彩色相，睇上去神情凝重。一名伊朗官員仲俯身親吻紙板模型，以示忠誠，但最終都係冇忍住大笑起嚟。博主感嘆，如果呢啲傳聞都只係外界嘅猜測，咁伊朗內部存在嘅安全漏洞就實實在在擺喺台面上嘅問題啦。穆傑塔巴如果喺啱啱宣布就任後就被精準打擊，咁只能說明伊朗嘅軍事同安全體系入面內鬼同間諜嘅數量已經到咗令人吃驚嘅地步。呢啲滲透入體系各個層級嘅內線，令到伊朗高層嘅行蹤喺以色列情報機構面前幾乎冇任何秘密可言。從之前蘇萊曼尼被斬首、核科學家被團滅，再到哈尼亞喺德黑蘭嘅核心地帶出事，每一次都說明咗呢種滲透嘅深度。而家連最高領袖嘅行蹤都能夠被敵人實時掌控，呢個對於伊朗嘅國家安全嚟講係毀滅性嘅打擊。佢仲表示，川普總統喺公開場合一啲都冇俾呢位新領袖留面，直接話穆傑塔巴嘅任命係一個重大錯誤。華爾街日報甚至披露，川普已經同幕僚打過招呼啦。如果穆傑塔巴唔配合美國開出嘅條件，美方可能會直接採取清除行動。不過講返嚟，伊朗而家嘅表現確實令人睇唔明。按道理講，而家穆傑塔巴哪怕係錄一段幾秒鐘嘅影片，證明自己活着都能夠有力咁樣打擊謠言，但佢就係唔出嚟。伊朗已經冇退路啦，佢哋必須喺保護領袖安全同展示政權強硬之間揾到一個危險嘅平衡點。而美國同以色列亦都正喺度平息形勢，等待住呢一道謎題解開嘅嗰一刻。我哋就睇呢一個紙板到底咩時候能夠大變活人。有網友表示，博主嘅貼文意味深長啊，好似係喺度影射嗰頭200斤嘅豬，話佢膽子好細，但偏要表現得無比強硬，冇能力但又中意到處惹事。雖然冇講出個名，但係點睇都覺得佢都有諷刺當今嘅中共一號。亦都有網友留言話，唔會係遺像啩，其實早就死咗，而家冇人敢上台啦，戰爭已經結束咗。亦都有網友表示，平日入面越係兇惡嘅獨裁同極權，實際上係越虛弱。伊朗用紙板領袖都唔係第一次啦，透過現象就可以睇到佢哋嘅本質。有網友上傳1年前哈梅內伊嘅閱兵現場，佢影片中話2名士兵抬到哈梅內伊嘅照片，2名士兵抬住哈梅內伊嘅相檢驗閱兵現場，哈梅內伊好似出席咗，又好似冇出席，好有創意啊！仲能夠以咁樣莊嚴肅穆嘅形象出現，睇嚟哈梅內伊真係驚啦，居然搞咗一個紙板人嚟檢閱部隊。呢一個係害怕到乜嘢程度啦？問題係就咁樣，啲士兵都仲能夠認真敬禮。你睇完之後係乜嘢感覺啊？我只係想悄悄咁樣轉告哈梅內伊，你咁嘅樣喺東方係唔吉利㗎。有網友表示，呢位博主果然有遠見，咁樣真係唔吉利。問題係老子已經咁唔吉利啦，個仔仲要跟住學，說明伊朗嗰啲獨裁嘅腦已經嚇出咗病啦。就咁樣嘅軍隊，咁樣嘅政權，除咗能夠對付自己嘅老百姓，仲有咩用呢？分析人士指出，而家中國人都非常關心伊朗嘅局勢，呢個因為大陸民眾越嚟越感受到伊朗發生嘅事會直接影響到中國，甚至可能導致中共極權崩潰。從美伊聯軍喺呢場戰爭中嘅卓越表示，到中共領導層嘅反常同不堪，再到美伊軍隊開始對鎮壓百姓嘅暴力機器展開精準打擊，
令到中國民眾喺睇到獨裁政權被摧毀時嘅真實脆弱嘅一面嘅時候產生嘅衝擊之外，同時亦都係心理產生微妙嘅變化。佢哋似乎睇到中國不久將面臨嘅巨變同埋自己應該扮演嘅角色。從中國最大嘅短影音社交平台中可以睇到，時刻準備為美軍帶路嘅民眾已經無懼威脅，躍躍欲試。而美國政府近期不斷對外界同中共釋放嘅信號，亦都令到中國民眾對呢一個趨勢更具信心。2026年3月9日，美國發布咗《刀尖上的舞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核彈頭管理報告》，旅美企業家胡力任對此指出，美國政府掌握嘅中共軍力細節遠超外界想象。報告中詳列咗中共核彈頭基地、核心單位番號、彈藥庫坐標、彈頭數量，甚至連建築藍圖都一清二楚。呢個意味住一旦進入戰時狀態，美軍能夠精準打擊中共核武節點，令到佢瞬間失去大規模反擊能力。胡力任進一步分析，呢種深度嘅情報滲透並非空穴來風，反映出美軍喺中共軍方嘅佈線同埋滲透遠勝北京。外界流傳中共將領出賣情報俾美國嘅消息，亦都正係習近平深感恐懼嘅原因。除咗外部威懾，中共內部嘅軍權制衡機制亦都暴露咗佢嘅脆弱性。喺獨裁體制下，習近平為防止軍隊內亂甚至攻擊北京，對武裝力量實施極端管控。中共軍隊長期實行槍彈分離，即使例如張又俠、張適文等嘅軍委副主席，亦都唔具備彈藥分配權。開啟彈藥庫嘅唯一權力，只係掌握喺黨魁一人手中。胡力任強調，目前中共軍內反習呼聲高漲，習近平根本唔敢開戰，因為一旦進入戰爭狀態，權力下放導致槍打合一，首要嘅打擊目標極大可能係北京嘅中南海。呢份美國報告嘅發布，唔單止展示咗美軍掌握戰場主動權嘅信心，更從戰略高度揭示咗中共政權喺內憂外患下嘅致命死穴。目前各界人士越嚟越趨於咁樣嘅一個共識。今年以嚟，美國嘅戰略目標已經清晰無誤，直指當今所有獨裁同恐怖組織嘅總後台中共。而家壓力最大嘅已經唔係伊朗領導層，而正係中共黨魁習近平。美國網絡政治雜誌聯邦黨人專欄作家雷利發表咗題為《川普正在一點一點地瓦解習近平的中國夢》嘅評論文章。文中提到，自2012年掌權以嚟，習近平始終以中國夢為核心，意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首屈一指嘅超級大國。呢場宏大敘事建立喺東升西降嘅戰略判斷上，推動咗南海軍事化，對鄰國嘅脅迫以及向全球南方輸出軍備。然而，2026年就成為咗呢場夢境破滅嘅轉折點。川普總統以一連串精準打擊，喺短短2個月內徹底瓦解咗中共嘅全球佈局。崩潰首先源於中共內部嘅戰略不安。2026年1月，習近平清洗咗佢嘅長期盟友，軍方最高級將領張又俠。呢種對核心圈子嘅不信任，引發外界對共軍戰備狀態同團結嘅高度質疑。緊接住，川普喺拉美發動閃電戰，抓捕咗中共最親密嘅盟友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羅。此役中，中共製造嘅防禦系統遭遇災難性癱瘓，暴露咗佢軍事技術嘅嚴重缺陷。北京對馬杜羅僅限於口頭聲援，暴露出中共雖然能夠給予盟友承諾，但就完全無力提供實際保護。與此同時，中共嘅地緣影響力亦都遭遇連環打擊。巴拿馬政府喺2月收回咗和記黃埔持有嘅2座關鍵港口合約，呢個被視為川普削弱中共對運河控制權嘅重大勝利。到咗2月底，美伊聯軍突襲伊朗，擊斃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及40幾名高層。呢場戰爭雖然喺波斯灣，但就精確命中咗中共嘅軟肋。能源安全係習近平最沉重嘅負擔。伊朗、委內瑞拉同中東地區佔中國石油進口近半。短短2個月內，中共接連失去2大石油供應國，佔其進口總量17% 嘅來源岌岌可危。對於正深陷房地產崩盤、消費疲軟同青年失業率突破20% 嘅中國經濟而言，石油供應萎縮無疑係毀滅性嘅打擊。更具羞辱性嘅係中共武器嘅實戰表現，無論係喺委內瑞拉、伊朗定係印巴衝突中，中共製造嘅武器皆表現低劣。呢個唔單止打擊咗佢以武器輸出換取地緣影響力嘅策略，更削弱咗全球南方國家對北京嘅信任。10幾年嚟，習近平一直渴望成為超級大國嘅領袖，但2026年好可能成為川普粉碎習近平中國夢嘅一年。美國同以色列喺大號史詩之路嘅軍事行動中，
對伊朗高層展開精準打擊，成功斬首咗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同埋佢嘅指揮中心，而駐紮喺嗰度嘅中共軍事技術專家就成為咗犧牲品。旅美上海企業家胡力任3月10日喺油管自媒體頻道爆料，由北京傳嚟消息，中共曾經喺伊朗有好多呢啲軍事技術顧問，係常住喺各個地方，經常輪換嘅。呢個係北京嘅一個軍方嘅人透露嘅消息，至少有10位中國嘅軍事專家係技術專家，專門係幫助呢啲伊朗軍隊搞技術嘅人員，就喺呢段時間嘅空襲中喪生。可能第一日係最多嘅，因為當時中共係冇預測到會開戰。而家呢一個事件一直係默不發聲，因為第一輪打擊之後呢，後嚟就撤翻嚟啦，其中有人係受咗傷。長期以嚟，中共向伊朗出口咗大量武器裝備，從防空系統到導彈發射平台，呢啲重型裝備並非簡單交付就能夠運轉自如。伊朗革命衛隊嘅技術儲備有限，好多精密系統需要中方專家長期駐點維護、升級同調試。胡力任強調，呢啲專家嘅家屬甚至都唔知情，佢哋以商務或者技術服務嘅名義遠赴德黑蘭，實際上承擔住確保中國出口武器效能嘅關鍵角色。北京將呢啲視為責任，因為伊朗支付咗費用，而中共嘅軍工企業必須提供售後支持，否則整個合作鏈條就會斷裂。呢一個事件雖然尚未被官方證實，但從地緣政治同外交邏輯嚟睇，確實具有高度合理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喺3月2日嘅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日前喺德黑蘭嘅一名中國公民喺軍事衝突中受到波及，不幸遇難。該人具體身份官方未公佈，但社媒上熱傳此人正係外派到伊朗嘅技術人員。呢一個消息同胡力任油管頻道爆料嘅細節完美吻合。毛寧嘅表態雖然簡短，但間接證實咗北京嘅隱秘損失。一啲中國專家已經喺美伊聯軍嘅打擊中付出代價。2016年以嚟，中伊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雙方同意達成全面合作計劃。嚟自廣東、北京同江蘇嘅多家中共科技企業深度介入伊朗嘅通訊網絡同監控系統建設。呢啲項目表面上睇係民用基建，實質係融合咗軍工同高科技元素，涵蓋從鏡頭硬體到大數據分析嘅全鏈條。譬如伊朗國內嘅維穩監控體系，正係藉助中方技術先至得以強化。唔單止能夠實時追蹤內部動向，仲延伸到波斯灣地區，意圖對美軍艦艇同空中動態進行監視。呢種全方位嘅技術輸出，成為中伊關係中一條隱形嘅生命線，令到伊朗喺面對美伊聯軍嘅打擊嘅時候，始終保持強硬姿態。而背後支撐嘅，正係中俄兩國嘅多層次援助。3月12日，體制內人士姜建明以化名向大紀元透露嘅細節，進一步揭開咗呢種合作嘅隱秘邏輯。佢指出，中共外銷武器嘅時候，槍支、防爆器材呢類輕型裝備通常無需派員隨行，但導彈等重型發射系統就唔同，必須派遣技術專家前往提供指導，甚至協助操作。伊朗採購此類裝備後，革命衛隊未必能夠獨立掌握複雜操作流程，因此中方駐點人員就成為咗不可或缺嘅環節。姜建明形象咁樣比喻，呢個就好比企業進口精密機床，供應商必須上門調試培訓，否則設備無法啟動。接近中共軍工企業嘅知情者姚力亦都補充話，伊朗局勢升溫後，德黑蘭多次向北京提出緊急支援請求，希望中方提供無人機、無人艇以及智能水雷嘅配件同技術支持，由伊朗方面自行組裝。呢啲請求並非一時興起，而係長期軍事技術依賴嘅延續。廣東某網絡公司技術人員曾先生就從另一個角度描述咗呢一種合作嘅廣度。佢提到，中伊技術協作早已經係通用基礎設施擴展到極度敏感嘅安全領域。中方唔單止幫助伊朗構建國內監控體系，仲喺波斯灣提供針對美軍活動嘅監視能力。呢種多層次輸出，令到中國成為伊朗喺中東最核心嘅戰略後盾。曾先生觀察到，伊朗今日嘅立場強硬，好大程度上源於中俄喺能源、軍事同情報上嘅全方位支撐。如果冇呢啲隱形支柱，伊朗或者早已經喺外部壓力下動搖。回溯歷史，中伊兩國嘅軍事技術紐帶可以追溯到更早嘅年代。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全面制裁，北京捉住機會填補空白，從最初嘅輕武器交易，到後嚟逐步升級嘅導彈技術轉讓，
中國軍工體系喺伊朗國防現代化中扮演咗越嚟越重要嘅角色，特別係喺一帶一路嘅框架下，能源合作成為主線，伊朗嘅石油源源不斷咁樣輸往中國，而中國就以技術回饋作為交換。胡力任3月10日嘅油管頻道仲爆料另一個驚人嘅內幕，亦都係中共內部傳嚟嘅消息，就係而家已經有伊朗嘅一啲官員希望能夠得到中共嘅大使館嘅庇護，亦就係話佢哋而家已經冇地方走啦。因為大使館係相對係比較安全嘅，但被中共拒絕咗。中共唔希望伊朗嘅呢啲官員跑到嗰個大使館嚟。大使館喺國際法框架下具有特殊地位，佢既係外交機構，亦都係象徵國家主權嘅延伸空間。喺冷戰時期，大使館庇護曾經係常見現象。外界分析認為，北京唔願意俾大使館成為衝突漩渦嘅中心，避免俾美國任何藉口進一步升級對抗。大使館庇護一旦開啟，就等於喺事實上承認中伊軍事合作嘅深度。呢個舉動會立即引發連鎖反應。一、美國嘅外交施壓，華盛頓可能藉此指控中國庇護恐怖分子，或者支持伊朗核計劃，並喺聯合國安理會推動針對中國嘅外交孤立。二、以色列嘅強烈反應，以色列長期將伊朗視為生存威脅，一旦中國被捲入庇護事件，耶路撒冷可能會喺情報、軍事甚至能源合作層面對北京施壓。三、歐洲嘅態度轉變，歐盟喺伊核問題上立場複雜，但若果中國被視為庇護者，歐洲可能會喺貿易同科技合作上更加謹慎。換句話講，大使館庇護一旦開啟，中國就會被迫站到衝突嘅中心，成為美伊聯盟嘅直接對手。伊朗官員點解會尋求中國大使館庇護呢？呢個背後反映出佢哋嘅絕望處境。喺德黑蘭政權正一步步走向瓦解之際，近期有消息稱，包含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在內，大批伊朗官員已經撤離德黑蘭，前往該國東北方城市馬什哈德或者巴基斯坦嘅亞伯塔巴德避難。伊朗係中共喺中東佈局嘅關鍵要點，中共從伊朗獲取原油，同時為伊朗提供大量嘅資金、技術、軍事裝備同情報等。伊朗從某種程度上嚟講，亦都喺度積極配合中共高調反美，而且一直喺中東扶持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葉門回塞組織同埋已經倒台嘅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不斷新事盡可能咁樣牽制美國。除此之外，伊朗仲將發展核武器當作對抗美國嘅關鍵籌碼。中共好需要伊朗咁樣嘅反美準盟友。喺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展開猛烈轟炸嘅背景下，中共本該顯示對伊朗嘅強力支持，仲可以直接向伊朗提供武器，最大限度咁樣撐住伊朗。然而，北京嘅表現係以旁觀者嘅姿態嚟應對。社交媒體上不斷有人追問話，北京喺邊度啊？近日喺社媒 X 上，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利簡尼用中文發咗一條消息話，霍爾木茲海峽一係成為所有人嘅和平同繁榮之道，一係就成為好戰者嘅失敗同苦難之道。有中國網友話，期待中共介入嘅意味非常明顯啦啩。拉利簡尼並非只針對中國，亦面向全球主要勢力喊話。俄語指向莫斯科，阿拉伯語覆蓋中東盟友，法語就瞄準歐洲傳統影響力，而中文版不過係其中一環。但喺當前語境下，中文版嘅突出就被部分觀察者解讀為對北京嘅求援暗語。佢提醒霍爾木茲海峽嘅重要性，因為中國係全球最大嘅能源進口國，霍爾木茲海峽嘅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中國嘅政治經濟安全。中東戰火仍然喺度燃燒，而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已經接班5日，依然冇公開露面，亦都冇透過影像發表任何講話。佢嘅最新動向仍然成為外界關注焦點。中共至今未公開高調表示祝賀，而北京嘅沉默變得更加耐人尋味。同北京低調形成鮮明對比，朝鮮喺外交同軍事上連番釋放信號。據報道，朝鮮支持哈梅內伊之子穆傑塔巴接任伊朗最高領袖，並批評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非法攻擊，譴責兩國干涉伊朗內政。3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穆吉塔巴發咗一份肉麻嘅賀電。如今伊朗正面臨武裝侵略，你喺呢一個崇高職位上嘅工作，必將需要極大嘅勇氣同自我犧牲。我相信你將光榮咁樣繼承你父親嘅事業，喺嚴峻考驗面前團結伊朗人民。然而，普京嘅高度評價並幫唔到忙。對朝不保夕嘅穆吉塔巴嚟講，佢就好似係對漩渦中掙扎嘅人大嗌一句堅持就係勝利一樣，毫無實用價值。
相比普京嘅大高帽，美國總統川普就明確反對。佢直言伊朗選擇穆吉塔巴係一個大嘅錯誤。佢警告稱，如果冇美國嘅認可，呢位新領袖撐唔到幾耐。並表示呢一場戰爭幾時結束，將由佢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嚟定。日本日經新聞分析，北京喺維持同伊朗嘅長期合作關係同顧及對美外交考量之間陷入兩難，近30年嘅中伊烤鴨友誼正面臨考驗。報道指出，習近平喺兩會期間將更多精力放喺中美關係上，尤其關注川普3月底訪華。如果呢個時候明顯偏向伊朗，可能影響訪華行程。此外，哈梅內伊身亡後，中共反應低調，只派外交部副部長苗德宇前往伊朗駐華使館弔唁。喺全國人大期間嘅記者會上，外交部長王毅亦都未直接點名批評美國。有分析認為，伊朗政權嘅合法性喺國際社會中備受質疑，佢嘅核計劃同革命衛隊嘅行動長期處於西方嘅制裁同打擊之下。中國若果呢個時候高調支持穆吉塔巴接班，就等於公開企喺美國同以色列嘅對立面。呢個唔單止會損害中國喺中東其他國家嘅利益，仲可能影響同沙特、阿聯酋等能源夥伴嘅合作。中共目前亦都係內憂外患，佢唔敢得罪以色列同美國，所以唔能夠公開力挺伊朗。展望當下，伊朗戰事仍喺度延續，庫姆地下設施嘅摧毀或者會令到伊朗導彈儲備大損。薩拉拉港嘅石油罐爆炸就可能推高全球能源成本。德黑蘭街頭嘅精準打擊更令革命衛隊內部分崩離析。3月11日，德黑蘭嘅街頭更係陷入一片無人機籠罩嘅混亂。網友發布嘅影片顯示，一架汽車喺定點清除行動中被炸毀，碎片四濺，現場濃煙滾滾。伊朗消息人士透露，而家德黑蘭上空到處都係無人機，大量無人裝備瞄準伊斯蘭革命衛隊嘅街頭檢測站進行精準打擊，至少10個檢查站已經被摧毀。面對美軍嘅強大勢力，中共冇得唔認慫。有專家話，中共唔想再次惹毛美國，招嚟進一步嘅制裁。獨立智庫 Chatham House 中國與世界高級研究員詹姆斯金格喺最新撰文中表示，中共同伊委兩個獨裁國家嘅合作關係涵蓋外交、能源、貿易、基礎設施乃至軍事合作。中共同委內瑞拉建立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文章指出，隨住美國最近對伊委兩國嘅先後打擊，並開始追蹤中共海外戰略資產，中共發現吃力拉攏美國對手會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喺俄羅斯同古巴嘅問題上，中共亦都發現因為拉攏呢兩個國家同美國同西方站咗喺對立面。文章分析，無論美國動機如何，面對美國對兩個盟友嘅攻擊，中共唔單止袖手旁觀，拒絕出手相救，仲似乎按原計劃推動川普月底嘅訪華計劃。喺兩個盟友被打嘅時候，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只係口頭指責。北京嘅沉默係一種戰略上嘅自保。作者認為，目前美國對中共實施一系列嘅經濟制裁中，有數百家中國公司被列入實體清單，半導體出口被單獨限制，大量因軍事、人權、毒品、網絡安全、監控同其他問題引發嘅制裁，部分商品關稅等。詹姆斯金格嘅分析已經點明，北京頭等大事就係避免新一輪貿易戰爆發。